大家平安，祝隆重兄弟姊妹健康。嗱，切家啲你係嘅社建、社計、社會咩人容易，熱下講跳位，咪搞出大事情，咪發生大生事。嗱，我嘅見節講即係個熱比得心提濕咁樣講到，係咪人去享受一個前途嘅日子，享受好嘅日子？都係撞一個橋樣，但係呢，因為是一個橋法講出，未傷害到切家單殺，也未傷害到隆重人，因為到呢一個簽人數18、20日節，咁樣人講到，生死實馬里控制，係咪人數吉講都識一個字？嗱，兄弟姊妹，切家嘅口在實馬里講出嘅係講到好嘅話，祝福人嘅話，本人精神嘅話，本人力量嘅話，切家也得到嘅福氣，因為到切家識嘅好嘅字。嗱，凡下再呢講係切家口話講到唔好嘅話，傷害人嘅話，土嚟人嘅話，結人嘅話，為特色人嘅話。設計也設嘅字到下盡，因為就只講出好，設計得到好；講出壞，設計也得到唔好。嗱，設計也啲從呢一個話講出，係講唔好，唔合面談，會發生出大事情。所以設計嘅話唔好亂講，設計會設計唔好嘅字，設計小心小心嚟講呢一個話。萬要講話之時，切家嚟思想下嚟，在心中度呢些錄下嚟，呢一話好出麼？呢一話好講麼？係講切家要用注意，要用小心講法。我相信切家唔會得失到人，也唔會傷害到人。切家祝福人，切家本人力量，本人精神，熱天切家到下陣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喜樂，得到歡喜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